用尽全力解决了问题，当作是存在意义。没想到只是失去力气，就被无情替换抛弃。还以为百变带来的方便，能让他人稍微珍惜一点。疲乏的像疲境，失去冲刺的热情，为他人自由变形，却成了废品。最终宿命，倾倒焚化炉中燃烧殆尽，希望成为灰烬。一年四季修补着关系，没发出一声叹息。没想到就算扭曲自己，依然不会被谁铭记。还以为百变带来的方便，能让他人稍微珍惜一点。疲乏的像疲